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，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，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，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。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，一种要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。俗话说，有山必有客。台三线上除了有自然丰富的美景之外，而今这里的好客风情更成了特别的景致。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，沿着台三线，感受百年客庄古迹与巷弄小径传达的温情，品味歌谣中娓娓道来的客家故事，品尝家乡手作美味与分享的喜悦，一起展开这趟热情满载的好客之旅吧。第一站，我来到了新竹竹东，听说当地有位以好客闻名、热爱与大家分享美食的阿金姐，承袭自婆婆的道地客家腌制手艺，更是令人赞不绝口。在当地人的指引下，我马上起身前往寻找阿金姐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请喝茶。好。好，梅子汁，梅子茶，谢谢。梅子姐，阿金姐吗？对，你好。哦，这是今年的梅子，对。其实我今天来这里啊，是要沿着台三线旅行，就是我的好客之旅这样。没想到我才走进来，阿金姐就热情的招待我。我觉得感受到那个阿金姐的热情了。谢谢。客家人本来就很好客。对。阿金姐，我有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梅子啊，那些梅子都是阿金姐自己做的吗？对，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。所以是在哪里做的？我有一个加工室。有加工室哦。对。阿金姐今天会做梅子吗？会，我们今天刚好要做梅子。好啊，那我可以跟阿金姐一起去看一下梅子怎么制作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啊，让你出体验。那赶快喝完这杯，我们就出发。OK， 好，我们就喝完这杯来去了。哇，好好喝哦！那再麻烦阿金姐带我去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走啊。听阿金姐说，早期学做梅子，主要是因为家人喜欢吃，多做的就分送给亲朋好友品尝。没想到却意外获得大家的好评，好手艺也在邻里间相传开来。今天趁这个机会，我也来跟阿金姐学习一下传统手工腌梅的制作。那我很好奇，是像我们一开始从那个山上把梅子采下来之后啊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就是抽盐巴，因为梅子它有浓毛，还有它的皮是很苦涩的，那你透过盐巴抽揉以后，那个浓毛去掉以后，那个皮它会有一点受伤，它的苦涩味会流出来以后，你再敲过以后泡水，它那个酸涩味就会流走了。我们不要倒太多你不好抽，影响。所以采回来的，那我们要先把这个地头挑掉，地头挑好以后就撒盐巴哈。1斤梅子，大概是1两的盐巴，要有一定的比例，做出来的梅子它的颜色会比较漂亮。来这样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抽。它这个梅子我刚刚讲过，这有浓毛，你看这个白色的，它有有没有哈？它有浓毛，白的。这个毛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毛都去除干净。那其实那真的要用一点点力气。对，要有一点力气，因为它现在像现在的脆梅，它很硬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用怕它痛，一定要搓。是不是如果是自己在家吃的话，就是用这种就是在家用的分量？对。那过去为什么客家人啊会就拿梅子来腌制？因为客家人其实大部分都住在山区嘛，它是山里面的食材，就地取材。客家妇女很勤劳，就会把山上的食材采下来了，就去腌制。不能生吃。对，很少人不吃。它也不能生，不好生吃啊。你要生吃，你还要吃不下，太酸了。太酸太苦了。对。你这一批梅子要好吃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就是你下的功夫够不够。你下的功夫够，你抽的够好的时候，它的苦涩味会跑出来。哇，看得出来阿金姐对梅子非常的有研究。因为其实我是闽南人，我就嫁到这边，有跟着婆婆学习。那婆婆会教你很多经验，对经验的传承，会让你不用走很多冤枉路。因为我的婆婆其实对我很好。
她什么都愿意教你。所以我跟婆婆其实相处得非常好。所以我才能从婆婆身上学到很多很多腌制类的东西。最好吃的最后步骤就是你要敲到整颗梅子上都没有盐巴。整个对，盐巴都是溶解的。哇，那其实以前做这个梅子啊是非常费工的。对啊，这个要一家人一起，对，亲子关系很好的一个活动。阿金姐常常分享给亲朋好友吃吗？有啊，大家到我家来，还是我们还是很好客的，请大家吃。以一份热情的心，把客人当成家人，不管是食材的挑选，还是品质的管控，制作腌梅的每一个步骤，阿金姐都亲力亲为，严格把关，一点都不马虎。忙了一个早上，热情的阿金姐特地准备了好料要来犒赏我，而我也迫不及待想要大快朵颐一番了。哇，刚刚说要准备很多特别的料理，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，我一看到哇，肚子马上饿了。是哈，就都很简单的料理。对。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梅？脆梅。对，这个叫脆梅。对，你看它每一颗有敲过，那这个是紫苏梅。这个是不是我一开始吃到那个就放一年前做的，对，然后比较软的那个？对。那我现在看到这2道是什么？这2道其实是跟我的梅子也有关系的，就是另外的一个吉酱。吉酱，客家吉酱，我知道吉酱。吉酱跟我们另外一个叫做香吉汁。那当初怎么会用那个吉酱呢？然后融入在那个菜里面呢？因为我加入农会产销班。那我们农会产销班早期没有人在做吉酱。那他们种的山橘品质很好，可是没人做，因为我会做梅子，所以他们建议我说，也帮农民把这个橘子拿来做吉酱吧。因为这个要帮农民这个理念呢，我就跟婆婆学，还有就隔壁邻居的阿婆学，问他们吉酱怎么做。因为我想，吉酱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好的酱料。因为它里面只有盐巴、糖、辣椒，没有其他的成分。因为它不能生吃嘛，它生吃很酸，真的很酸，不好吃。那透过这样加工以后呢，你看它可以做蘸酱，它可以泡茶，它可以做在我们的料理里面。比方说像这个料理，我们就用一个吉酱跟香吉汁放在一起，它就是一个沙拉菜。我要搭刚刚这个梅子，没有开梅子或是水果，而且这盘菜是5颜6色都有，很健康的颜色。哇，好特别，口齿留香。对，吉酱就是这样子，就是酸甜然后搭上沙拉，就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是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豆腐加我们的吉酱跟我们的紫苏。紫苏好像蛮常在客家庄看到的。有客家菜园，其实都家家户户的菜园都一定会有1-2颗紫苏，因为它是客家人还蛮常在用的一个辛香料。哇，紫苏酱它对，而且它的那个淡淡的那个植物香啊，香味，那个香味是非常好吃的。对，怎么想到会这样搭起来？我觉得好特别哦。因为年轻人不会做菜，你叫他要炒、要煮、要切，很麻烦。你说买回来很现成，切一切，套上去就有一个菜可以吃。妈妈就像我的良师益友，那其实我们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母女都会一直讨论。我觉得客家吉酱在我和妈妈的心目中，它已经不是只是客家，而是说我希望它是一个很好的酱，那它可以去跟很多种文化去结合，对，也许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。我们常常都觉得番茄酱可以行销全世界，我们的吉酱为什么不行？就是我们一直这个蛮好的，我们一直想不通的事情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好棒。对啊，我们一直都是真的，那我们也一直都往这个方向去推。以帮助当地农民的信念，用在地食材，结合家传手艺，阿金姐不但将传统客家美食变换出不同的新风味。无私的分享，也让更多人都能品尝到这独特的客庄美味。离开了竹东，沿着景致宜人的台三线，我来到了新竹地区至今仍保有许多古迹的小镇北埔。这里也是清代道光年间广东客家移民开垦的重要据点之一。现在我将跟着对当地文史了若指掌的彭大哥，一起探访这古朴小镇上的百年风华。就
就是我刚走在老街上啊，除了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之外，我发现这里有好多的历史古迹。那会有这么多历史古迹，是跟当初来开垦有关吗？对，因为这北埔这个地方是在1834年的时候，由清朝政府他找了2批人马，到这边来开垦。那有一批姓江，他刚好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士。那另外一位姓周啊，他刚好是福建泉州的闽南族群。不过实际上到北埔来开垦的，还是以客家族群的这个江秀兰那一批人马居多。所以目前造就的北埔这个地方变成了这么纯的一个客家庄。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资料，我们北埔乡已经有5座这个建筑物是被列为古迹的地方啊，包括我们后面这一栋建筑物叫做金广湖公馆啊，还有刚才我们走过来这边叫做天水堂，这几座建筑目前都是被政府列为古迹的地方。那另外还有2座是历史建筑，所以北埔算是一个古迹历史建筑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。那像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古迹啊，它里面以前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栋叫做金广湖公馆啊，事实上它是在180年前左右，当时来开垦的一个行政的指挥中心啊。它会取名叫做金广湖公馆的原因是，因为这2个字，广是代表广东的客家族群，那福是代表福建的闽南族群。那上面冠了一个金字，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当时是清朝政府主导，那金字可能是代表官方的这个色彩在里面。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，金字也是我们早期的先民认为金字是好彩头嘛，所以把金字冠在我的这个团队上面呢，代表我这个开垦能够很顺利。主要的特色，它是一个4合院式的建筑，因为4合院的建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，会采取这种很封闭的原因是，它当时是有防御的功能跟概念在里面。这个地方它的名称叫做叮咚桥。叮咚桥，对，它是一座桥吗？对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叫做叮咚桥，怎么没有看到桥呢？对啊，还是它过去是真的是桥吗？其实我们这座石天宫，它跟别的地方最大的特色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对龙柱。那一般的庙宇雕这个龙柱的时候，它都把龙头雕在往下，可是你看我们的龙头是雕往上的，所以这一对龙柱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升龙式。刚刚有提到天水堂，那天水堂是不是我眼前看到的这一栋？对，它就是这一栋比较漂亮的这个3合院的建筑，就是天水堂。这个就是江秀兰先生，他到了北埔以后，他就选择这个地方来盖他的住家。洪大哥，我刚有发现啊，这个住家它盖的是比较华丽，而且有很多非常精致的雕饰，而且我有看到那个翘燕尾，所以这栋是盖起来非常的算是比较气派一点点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江秀兰先生当时来开垦的北埔的先民，他是在清朝是有官位的，他的儿子、他的孙子一家3代在清朝都当官。所以他们家的住宅就可以盖成这种有燕尾翘起的、相当高级、相当华丽的这样的一个建筑。而且它这个3合院的建筑呢，根据人家研究，它也是非常符合我们早期台湾传统建筑里面这个3合院的建筑的这个建筑的比例，所以现在也会吸引很多，比如说这个大学里面建筑系的学生啊、研究所的学生啊，他要来研究台湾的传统建筑，常常会取这个天水堂跟金广湖来做一个研究比较。沿着古屋周围，彭大哥带着我经过许多弯曲狭窄的巷道。这种特殊的设计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难道跟彭大哥刚刚说的防御性建筑也有相关吗？刚才介绍金广湖公馆的时候，我们有介绍我们北埔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地区，所以当时盖这个聚落的时候，就会造成了这个房子跟房子之间呢很多这个小巷道。第一个它是便于自己要出入嘛，但是另外一个最大的意义，它就是具有可以做防御性的一个功能包括这后面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它的名称叫做叮咚桥。叮咚桥，对，它是一座桥吗？对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叫做叮咚桥，怎么没有看到桥？对啊，还是它过去是真的是桥吗？其实它原本是
这里是一座庙宇，它原本是这座庙宇的地下的排水道。那因为它刚好位在2个建筑物的夹缝中间，那我们人要走过去，那我们就会在上面铺了石板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因为石板铺上去，石板还是凹凸不平啊。如果我们走过去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产生铿铿铿铿的声音。那铿铿铿铿的声音，在我们客家话的发音叫叮叮咚咚。所以就把取这个名字叫做叮咚桥。哇，好特别的取名方式哦。那我们现在去探索这个叮咚桥，其实它就是意思是说，如果有人从那边走过来，那住在这边的人家，他就感觉到有声音了，就会发现这个就警告我们，就说，所以你看，它真的是有防御的功能。哦，有了，这里有了。对，这一块特别明显啊。哇，叮咚桥刚刚踩到了中间有叮咚的声音，所以还有一个叮咚的声音哦。因为它刚好是在2个巷道的这个建筑物的夹缝中间，所以它会产生回音，就是叮叮咚咚的声音。想不到这个用石板铺设成高低不匀称、看起来一点也不起眼的叮咚桥，竟是早年北埔先民运用智慧所打造的防盗设施，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！走过了叮咚桥，大哥说前面就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，同样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慈天宫。哇，彭大哥，我看到这个庙盖的好多好华丽哦，而且好多都好精致的雕刻。对，那这个庙里面有没有最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其实我们这座慈天宫，它跟别的地方最大的特色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对龙柱。那一般的庙宇雕这个龙柱的时候，它都把龙头雕在往下。可是你看，我们的龙头是雕往上的，对耶，在上面。所以这一对龙柱，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升龙式。当时这个庙宇的主导的盖这个庙，就是北埔开垦的这个江秀兰他们江氏家族。他认为说，这个神明他是住在天上的，所以他人不会升天啊，他只好透过2条龙，让龙来升天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个是代表的反映民间的声音。给天上的神明知道，好特别哦。那我现在看到后面这个也好特别哦，这有什么含义吗？这2个窗子呢，我们看到它的排成的这个字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寿字。而且其实它的那个好像有点像大象，又有点像老虎。对，它有4只，像龙又不像龙，对，像狮子又不像狮子，它叫做螭虎，它是4只这种螭虎围成了一个寿字。所以这个名称叫做螭虎团寿图。所以这个石窗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雕刻。不管是石窗、龙柱，还是水车堵上的交趾陶，慈天宫的每个建筑装饰背后，都有着精彩的传说故事与特别的含义。在彭大哥为我详细的解说同时，我发现这里也祭祀着义民爷。本来在新竹县来讲，义民爷他有一座义民庙，但是其他各乡镇的很多的庙宇，他也会把义民爷的分身请到这个山区这边来供奉啊，等于说是来保佑这个地方。义民爷是我们客家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，而且它最主要最特别是它其实是拜令牌或是一个牌位，它不像一般是有一个神像这样。当时因为所谓义民起义的时候，它是用个黑令旗，我们会看到它有是黑令旗，它是代表这个义民爷的分身。那这间庙主拜的神是哪一位神？这边主要供奉的是观音佛祖，那后来又拜了妈祖，那我们会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正殿里面的这个2尊神明，最上面那个是观音佛祖。据说这个观音这尊神像也是开垦北埔的先民江秀兰先生，他本来在他家里大陆广东惠州老家那边所拜的神明。这里是信仰中心，其实也是跟江家有密切关系，也跟当地的发展也很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江家就是主导来开垦北埔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整个北埔这个聚落里面最中心点的地方。丰富的人文历史，迷人的古迹风华，在彭大哥热情的导览与分享下，这趟台三线的好客之旅，不只让我对北埔有更深的了解，也让我再一次爱上这100年的客家小镇。通常客家人都是非常的好客。对。那老师用的方式是用音乐，然后分享他的好客心情。
涂老师他在他有生之年创作了他做2900多首，就代表其实老师对自己的音乐啊，还有对整个家乡文化是非常有热忱，而且非常敬重的，所以创作出那么多的歌曲，想要让更多人听到。这个我看过这个板模，因为我记得早期啊，客家人都会用这个板模啊，然后来做不管是板啊，或是做糕点啊、饼啊，对。所以这个我记得它是不是都有每个，你看它图案都不一样，对，所以都有不同的含义。对，很漂亮哦，好漂亮哦。对。离开了北埔，我顺着台山线继续南下，沿途的秀丽景致各有特色，令我不禁停下脚步，驻足观赏，细细品味当地的人文风情。来到了苗栗大湖，听说客家音乐大师涂敏恒老师的故居就在附近，我决定趁这个机会前往拜访，并进一步了解这位音乐大师的生平事迹。漫步走过山林小路，呼吸着大自然的味道，耳边传来一阵阵虫鸣鸟叫，让人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。透过当地人的指引，我终于来到了涂老师的故居。可惜大门深锁，无人应答，似乎已不再对外开放。不得其门而入的我，只好到邻近住家询问看看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一下。你好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因为我刚刚想要去看涂敏恒老师的故居，可是我走进去之后发现他的门是上锁的，然后好像没有对外开放，所以我才想说过来打扰，想询问一下。你问对人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那个涂敏恒的姐夫哦，真的？是。你好。他也是老师的学生啊。哦，真的？是啊。那老师以前都是在这个故居创作音乐的吗？我听说老师以前啊，几分钟就能创作出音乐出来。没有啦，几天啦？要几天啊？3天。3天。而且老师的创作好厉害，而且我刚刚一路走到老师的故居啊，那个围墙上都是老师的音乐。对，涂老师是我们下常务监室的老师。那我也常常听他们在聊天哈。涂老师他在他有生之年创作了他做2900多首了。他现在还未发表的还很多啊。那其中我听过一个是客家本色。是。对，然后我就听到，我第一次听啊，我就觉得哇，马上记住那歌词，他就有叙述说，其实来唐山来到台湾啊，耕种啊，然后但是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是。然后我就发现老师的音乐是非常让人家容易记住的。对，没错。很多客家人是不是都会唱这首歌？他的歌曲好像每次有什么喜宴啊，都会拿出来唱。展现客家人的安匠精神。就是这个客家人啊，比较不会被穷苦，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去打败，所以是安匠的精神。全心投入客家音乐创作的涂老师，为了让不同年龄层的客家子弟都能对客家歌曲朗朗上口，他始终秉持着歌曲应该好听易学的信念。一首客家本色不止名扬海内外，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回响。其他不少创作歌曲几乎也都成了客家族群的精神象征。像我自己啊，我印象对老师有一首歌，我自己非常有感触，因为我就发现老师他写的歌词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却很深刻。就他有一首歌叫做《给你一把泥土》啊，我们家姐姐最会唱的哦，真的，你找她就没错。真的，因为我自己很有感触，是因为他的歌词啊，他就是说不论你到国外开创啊，多么锦绣前程，对，但是他会送你一把泥土，对，就代表我的那个祝福跟叮咛，然后或是你无论身在何处啊，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家乡的那把泥土。对，我就看完就觉得好动人哦。老师的音乐啊，还有一种怀乡的那种情怀，就是
听完之后就会开始沉淀沉思，然后就想到家乡的一些事情。对呀，还有一个也很特别啊，就是男装戏妹，他就是他把在地的人啊跟特色用音乐然后表达出来，然后把当地都呈现得很完美，我觉得好棒哦。对啊，其实涂敏宏老师他不只是这些创作的客家歌曲，他有很多当地的，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境，他就马上可以写出来，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哈。他因为他是大窝人嘛，他就做大窝的歌曲，这个真的很棒呢。因为他在我们大寮社区教歌的时候哈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大寮村人才这么多，为什么没有村歌呢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做一首村歌给你。”结果还没发表他就去世了。那个就是有那个春歌就是由我们那个涂老师他的手写，还没有发表的做那个创作，很珍贵啊。姐姐哈，去拿出来。这个宝贝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好珍贵，可以看到。对，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好期待哦。是，来了，找到了。这个就是他之前的手写稿。对，哇，好珍贵哦。看着涂老师创作歌曲的手写稿，一字一句都充满了对家乡浓厚的情感与对晚辈深深的期许。大姐说，涂老师的创作很随性，生活中的许多小细节，往往都是老师创作的灵感来源。去河里看到那河里为什么这么脏，所以他写了一条那个叫死河坝。死河坝讲客家话怎么讲呢？他的死河坝。说以前那个河里为什么这么脏？好，以前那个鱼这么多，河里那个虾这么多，好，还有那个水碧蛇啊，讲客家话讲水碧啥呀，那就像个鸭子嘛没办的，他就那里坐着一瓶照镜就坐着这样看一看，他现在他那个路上就有那条歌曲啊，他写的哇，而且老师的歌曲真的很容易朗朗上口。客家人在一个好山好水哈，好人情的一个环境下哈，都很随性。我也是听长辈讲，他就常常哈几杯酒下去，只要看到现有的一个人事物，他就可以马上写出来，他就可以2-3天就把一首歌都写出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所以我们都对他很崇拜。那当然啦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借由你们的节目哈，让大家都重新认识我们的这个创作大师，客家创作大师涂敏恒。有一首歌叫《武功》啊，武功啊，那是童谣嘛。他就在家里以前人家住的房子是茅屋，茅屋那个一动啊，那个蜈蚣就跑出来了，很大只啦。他就给他写一首歌曲。哇，真的是日常生活哎。他写的意思很好啊，他说讲客家人啊比较穷，他说那个蜈蚣这么多脚啊，他父母哪里有钱买鞋子给他穿啊？是，好，医生。像我们人一双脚而已啊，他那个蜈蚣这么多脚，用加八加没那要按多钱买还不照按呢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终于了解啊，老师的音乐啊，他看到什么东西就写什么的。真的，他就会触景伤情呐，写出来的歌词就特别的让人家朗朗上口。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贴近生活。对啊，而且通常客家人啊都是非常的好客。对，那老师用的方式是用音乐，然后分享他的好客心情。对，那我觉得刚刚有听到那个大哥说他2000多首，就代表其实老师对自己的音乐啊，还有对整个家乡文化是非常有热忱，而且非常敬重的。对，所以创作出那么多的歌曲，对，想要让更多人听到。对，哇，音乐除了让人可以放松啊，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。那刚刚啊，因为我们聊天啊，就一起聊音乐、听音乐，一起哼唱，让不认识的彼此啊都热络了起来。而涂老师的音乐呢，我觉得看得出来老师对于家乡的热爱，对文化的尊重。那从歌词里面很简单却很深刻，表达出他自己对家乡文化的看法。那也用自己的文化呢底蕴，然后唱出好客的心情。今天真的谢谢，谢谢你，对啊。用歌曲分享客家人的生活点滴，透过音乐的渲染力，累积正面能量。涂老师对客家歌谣的热情与贡献，透过一首首隽永动听的歌曲，将留存在大家心中。
道别了热情的大哥大姐们，我再次踏上旅程，循台三线而下。听说在苗栗卓兰的客家庄有间陪当地人走过半世纪的饼店，喜欢在旅途中享受美食的我，当然也不能错过这里喽。欢迎光临！哇，你好，好开心可以看到道玄呢。你好，大姐。是，我很少看到啊，试吃的饼啊，有这么丰盛的。是，有没有像喜饼的 buffet 啊？哦，有哎，我觉得好丰盛哦，这样子一盘一盘的。对呀，有没有让你很幸福的感觉呢？有，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好好哦。哦，这些饼啊，都是谁做的啊？哦，是我的父亲。原来这好吃的大饼是大姐的父亲，也就是这间店的老板做的。绵密又多层次的口感，让我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。听大姐说，早期饼店的每一块饼都出自于父亲的双手，亲自揉制、压印而成。而那些陪伴父亲大半岁月的板模，至今仍旧完整的保存着。好奇的我很想知道早期手工做饼是什么样的情形，于是拜托大姐带我到厨房去拜访老板。江大哥，刚刚吃到的前面的那些饼啊，都是你做的吗？对。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着大哥啊一起做这个饼。好，欢迎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饼啊，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这是豆沙核桃，就是我们的招牌的。那我们一开始是要怎么开始做？先来做这个伴手礼的小的，没有订婚的时候也可以买来吃这个小的，这个。我看过这个板模，因为我记得早期啊，客家人都会用这个板模啊，然后来做，不管是板啊，或是做糕点啊、饼啊，对。所以这个我记得它是不是都有每个，你看它图案都不一样，所以都有不同的含义嘛。对。这个是说人家订婚的时候，它像龙凤的意思这样，这个是南部的习俗，就是它长方形的饼。有分北部跟南部。对，刚才那是北部、中部的，这是南部的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订婚的大饼，这叫做大饼。越大，然后可以分享给更多人。对，而且也是圆满。对。哇，好，那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先用这个来？先用这个好半熟的。好，我们来一人包一个，来包起来。对，这样。把内馅包在那个。对，里面包在皮外面呢，这样包好了，不要压太多在后面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对，这初体验了，会的，初体验会啊，对，好这样就用一些粉这样压一压模子，把形状压出来。对，很漂亮好漂亮哦。对，好，那我来试看看。它的压给它很用力压，用力压，它形状才会漂亮。好，大哥小时候都是这样做饼。对啊，对。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还会这样。好，这样你敲，这样出来了。对，出来了，很漂亮，有技巧，一样很漂亮。大哥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饼的？国小毕业，13岁就开始做饼了。那为什么突然会想要做饼？以前家里环境苦嘛，小时候学技术做饼啊。看以后有没有机会爬起来这样，所以说以前学做饼很苦啊，每天早上都1点都要起来，因为以前没有那个机器，所以说都用手工，要给人家吃点心，早上时，人6点要买早点嘛，所以说我们早上1点钟凌晨就要起来做饼了。想不到个性温和敦厚的老板，内心却有着客家人肯拼不怕苦的精神。不管是婚礼喜庆、敬神庆典的大饼，还是充饥果腹的点心糕饼，老板总是用心制作，希望透过他的饼，将幸福与快乐的能量分享给每一个朋友。即便到了现在，他依旧亲力亲为地守护着每块饼的品质与美味。这个叫做户对，户对是我们成语常用的那个门当户对的户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门当吗？对，门当这个四方的就是文官。那武官的话，它是圆的，所以这个叫做门当户对2个就接上了。有很多游客都不知道，我们客家很特殊哈。那我们客家人很特殊啊，它的大位置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做的。那神明呢？神明在寺庙里，所以常常人家问，怎么在这边没有看到神明？
祖在堂，神在庙。对，神在庙。想不到手工做饼每个步骤可都是充满了学问。我边跟着老板学习做饼的手艺，边听他诉说着年轻时打拼的有趣故事。那一刻，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一般。看着热腾腾刚出炉的大饼，我也忍不住想要品尝这充满幸福的好滋味。好好吃哦！有那个豆沙的香味哦。对，是。而且它的豆沙的感觉是非常绵密的。绵密，对。它虽然很费工，但是爸爸的坚持。其实我刚刚走进店里啊，会看到就是女儿是非常热情的笑容来迎接我。那是硬改的。然后我又看到然后有看到墙面上有写说分享幸福啊。其实江大哥做饼也做了50多年了。哎，对。分享幸福其实也50多年了。哎，对。那为什么会这么坚持想要分享幸福？因为我们客家人以前传下的口味啊，我一定要和他坚持下去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做的饼有那么多人喜欢，对不对？很幸福啊。对啊，真的很大的感触，因为从小就看到爸爸的用心，就是爸爸的身教、重于言教。他都是这么坚持过来的，是哦，难怪刚刚有看到大姐好热情的笑容哦，一来就马上来招呼我，那个会马上被那个好客的热情所感染了。是，因为我们对待家人就是如此的亲切嘛，然后我们就以好客的精神去呈现。哇，对，这也是代表客家人好棒的好客精神。是。一个简单的饼啊，除了美味之外啊，其实啊，它还有很多真诚和用心的味道。那也看得出大哥一家人呢，非常的用心在这个饼上面，所以让我们吃到这么幸福满足的滋味。严选在地食材，保留食物的真实风味，是老板一家人对做饼的坚持。用心付出的态度，透过手感的温度，将满满的祝福调味在每一块饼里。让客人品尝到的不只是大饼的美味，还有一份记忆在心中的幸福与感动。离开了卓兰，沿着台3线一路南下，我终于来到了台中石冈。据说这里是早期大埔客家人来台开垦的重要地区之一。想知道当地客家先民的开垦史，一定不能错过同样在当地具有上百年文化历史的刘家伙房。哇，刘大哥，虽然现在下雨啊，但是没有熄灭我的好客之旅。我要来了解一下这个这很有特色的一个客家建筑。对，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一些漂亮，而且有一些气派哈。啊，这个也就是光宗耀祖，就是我们老祖先啊，他有一些功名，你看这个匾额就会挂在这里，进门就马上看得到。那我们就这样来看啊。自埔县分支，那老祖先是怎么来怎么去，马上就知道是从广东大埔过来的，然后来到石冈发迹的。那他的功名就是在嘉庆21年封为贡生贡员啊，这个是清朝的官，然后颁给他的一个匾额。那地震之前呢，他是要列作3级古迹，但是碰到地震倒的时候就不算古迹了，那很可惜。但是我们还能够原地原貌把它建起来。那就非常的珍贵，因为我们这个200多年的历史，可以说我们客家的符号在这边是非常的完整。很多的大陆专家学者就会慕名而来。那我也很喜欢说台湾的我们客家乡亲，尤其像我们背包客能够来这，能够了解一些客家文化。那在这边等于说是个最典型的。我们像这个2个字叫做什么呢？有的很多不了解，为什么做的那么圆圆的那么漂亮？别的，这个叫做户对，也叫做门印。
户对是我们成语常用的那个门当户对的户对，因为有当官才有门当跟户对。从这个外表一看就对啊，而且我有看到前面也有半月池啊，所以就是其实我客家人是非常重风水的。对，那以风水来讲，我们客家人他就背山面水，前水为峻，后山为平。后面的山就像一条龙，有高有低，就把龙引进来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哈。那我们这个就很符合地理风水的格局，也是最完整的。而且刚刚有提到那个户对啊，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门当吗？对，这就是门当。门当这个四方的就是文官，那武官的话它是圆的，所以这个叫做门当户对，两个就接上了。有很多游客都不知道我们客家很特殊哈。我好奇是我刚好看到那个前面那个水缸，也就是我们的传家宝，也是毁在921啊，从瓦砾堆碎片挖出来之后一片一片，我们95年5月9号落成启用的那一天，经过我们石冈的7大家族的长老一个接一个最后那一块把它摆下来。那象征重建的完成，那很难得，就是我们很珍惜老祖先的一点一滴的这个一些文化财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如何的把它重组起来，那么就变成很珍贵的我们的传家宝。在这具有历史象征的刘家古宅里，每一个建筑与细节都能道出一段段精彩的客家文化与历史故事。可惜在多年前的921大地震中，刘家火房遭受到严重的毁损。为了不让客家文化就此没落，决定将火房原地重建为当地的客家文化馆，并尽可能的保留最完整的历史文物。这个火房的主人也是我的老祖先他是从广东省大埔县过来的。那么呢，这里就等于是大埔客家文化的发源地，所以呢，也一定要有它的特殊性，所以我们就定了它是一个活的博物馆。怎么说它是活的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容纳呢，地震之前呢，还住在这个火房的一些的刘家的子孙这个是活的基本条件嘛。对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客家人是对祖先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尊敬。对。所以呢，这个宫厅呢，除了是刘家的子孙自己出资兴建之外呢，那里面呢还侍奉着福建南靖第9世祖呢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自己就第23世。那这些祖先的牌位呢，继续在这边供奉着，每一年呢都会有办那个，就是要祭祖，都会在这边来举行。所以呢，它就是变成一个活的博物馆。到现在每个月呢，参观的人次都超过15000人。我们大家讲说客家人是安干集型的其实呢，客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好客的精神。那看到今天你看这个我们背包客蕊料，对，蕊料就是来玩对不对来玩，这个就是来到我们客家地区，那我们客家人呢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，那这个就是一种好客的一个表现。诚如刘主委所说，以一份分享的心，让外来游客能更加了解大埔客家的历史文化。展馆里除了展出相关的文史资料与早期客庄生活用品之外，也结合了高科技的动画，让小朋友们透过浅显易懂的方式接收到文化的传递。接下来，刘大哥将带我到客家人最重视的地方——宫厅。那我们客家人很特殊它的大位置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做的。那神明呢？神明在寺庙里，所以常常有人问：怎么在这边没有看到神明？祖在堂，神在庙。对，神在庙就是应验这个祖在堂，神在庙。那我们就很希望说，子孙兴旺延绵，这样子接续下来。就来到台湾之后，老祖先就先立了一个辈序，一代一代传一代，那么接续下来。那我的辈分哪一个辈呢？是等于祥字辈嘛。刚才主委就是他是红字辈，来台11代，那现在天字辈出来，等于来台主来到台湾已经13代。13代了。13代。所以我们过来已经满300年，超过300年。哇，那非常历史悠久了。来到第13代了。之前
这最长辈的那个几字辈，最后一个已经去世。那我们现在弟字辈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哇，7代同堂吗？7代同堂，7代同堂。所以，之前这个还在的话，我们就是8代同堂。那我们清明扫墓的时候仪式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年节祭拜祖先的时候，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，这里是满满的。客家人崇宗敬祖，慎终追远。凡是重要节庆，刘家子孙都会从各地归来，齐聚一堂。巡古里浩大壮观的场面，更是令人惊呼连连。石冈乡是不是开垦啊？有7大伙房是非常重要的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刘家伙房就是其中一个。对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刘家的是在这里面的哪一个？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哦，这有燕尾翘菊啊，其他都没有。这个所谓我们刚才有看到的门当户对，因为有门当的一定有当官。那么石冈乡有7大家族，我们就把这7大家族的文化全部把它收集之后，结合高科技纳进电脑。这个就是给小朋友啊，文化的传承让小朋友能够慢慢的接收啊。那他们喜欢动电脑，所以每一家都有他的故事在里面。对，所以刚才有提到那个水缸。最后一块摆下来的时候，就是这7大家族的长老一个接一个，然后最后放下去连起来，象征什么？921重建的完成。哇，一聊到客家，就看到刘大哥啊，会一直滔滔不绝的分享，想要让我们来的背包客呢都能看到客家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客精神。今天真的谢谢刘大哥，真的谢谢。听着刘大哥热心地跟我分享着刘家伙房与大埔历史文化的变迁，不只让我增广见闻，也让我收获满满。虽然一场无情的天灾重创了当地具有历史意义的客家伙房，但却因此让客家文化重获新生。今天沿着台三线旅行，我感受到这里的客家人的待客之道是以客为尊，以诚为客，用非常真诚的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还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非常无私、没有保留的分享给旅途中的我，还有透过音乐和饼分享好客的心情，都是很可贵的。而在一趟旅途里面，能在所有经历的人事物当中呢，得到一些启发和学习，都是非常宝贵难得的经验。今天很高兴让我看到了真诚好客的客家庄。